IELTS listening 咧最難嘅地方，我覺得就係好似人生一樣咯，只會播一次，冇得翻轉頭啦嚇。咁講真都真係麻煩嘅，你聽唔到就聽唔到噶啦嚇。嗱咁咧，我未講呢個實際嘅操作技巧之前咧，我想特別講講3點嘅救命技。咁先旨聲明先嚇，呢3點咧好重要啊！第一點係咩咧？唔好妄想每一格都聽到，因為只會播一次嘛，過咗咪放手咯，明白啦？即係人係會錯嘅，咁你唔可以期望一個完美嘅人生，亦都冇可能期望一個完美100%準確嘅答案噶嘛嚇。咁由於你唔好妄想嘅緣故咧，第二咧，你做嘅時候唔好過分專注於一格。你應該點做咧？你應該要向下或者向右掃一掃。咁咧，你個集中力係2格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要做一格啦，但係集中力係2格係得㗎。要練下就可以㗎啦。即係話2組當一組嚟聽。點解咧？好易明。第一，因為如果你聽漏嘅話咧，你唔會甩啊嘛，得唔得？因為漏咗，算啦，咁樣放手啊，即刻第2格繼續填。嗱，因為咧，我哋見到好多同學咧都有個現象，一旦聽甩咗嘅話咧，係連續3到4格都甩晒，即係未回魂啊，得唔得？關鍵就係唔識2組當一組啦。好，第二，如果一句咧包含咗2個答案咧，就可以即時2個答案同時 handle，因為佢有時一句裡面含2個答案㗎。嗱，如果你過分你專注一個 blank 嘅話，通常處理一個答案之後，後面嗰個咧就 O 個嘴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另外跳播，咁近年嘅 past paper 少跳播嘅，但係舊少少係有跳播嘅現象㗎。咁當然啦，都有偶爾出現嘅可能性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佢真係跳播嘅話，你可以跳填翻轉頭啫嘛，可能有少少嘅 reverse。咁咧呢個都幫到大家嘅。好啦，第3個就咩咧？就係想講 IELTS 同其他公開試，好似 DSE 啊、TOEFL 啊，其他公開試咧嘅 listening 咧比較仁慈啲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他嘅好似 DSE 咁啦嚇，佢哋可能講一個 point，咁有啲 paraphrase 㗎，即係 paraphrase 咗幾次俾你，你只需要揾一個 paraphrase 就已經揾到個 point 㗎啦。咁但係咧 IELTS 咧就係講完個 point，然後就過，咁係唔會翻轉頭嘅通常。咁變咗咧過咗就係過咗㗎啦。不過 IELTS 近年個順序性仍然係非常強嘅，所以你跟住順序過咗就過啦。